好了，繼續正段消息，來看民進黨台北市長的參選人沈碧容，早起一透早，帶着民進黨的家仔囝到市長蔣萬安的本命區中山區去拜票。針對着民進黨的立委王世堅，佇個中常會當着黨主席賴清德的面，講沈碧容若當選市長，會當請行政院的副院長鄭麗君來做副手。沈碧容是回應講，即擺講副手的人選上遙遠咯。透早帶立行期番家囝，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容來到中山區人生花園立前拜票。路上都垃圾很多，垃圾袋什麼的，家人要自己帶。市民當面點情聽基層聲音，不過中山區一向是拿贏的優勢選區，更加是對手市長蔣萬安的本命區。沈碧容來到對手票倉有票，除了市政基地拼場人事布局嘛是焦點。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在咧黨中央中常會當黨主席賴清德的面講，沈碧容若當選，會當招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做副手。王世堅委員這樣的一個提議以後，賴清德總統他就很有自信的跟王世堅講，他的語氣是這樣：普馬會沈伯洋會當選的，會當選的哦，他並不是睜大眼睛，而是笑嘻嘻。哦，對於這一個呢，如果當選以後然後呢，到底副市長是誰？這個問題可能對我來說，現在還真的是太遙遠。所以我昨天有提過呢，我們現在的最主要的目的，最主要需要做的工作，都還是聆聽基層的聲音。另外一邊，要拼連任的蔣萬安最近和重量級的人物徛鬥陣，為回答執行長吳玲芬到捷克參議院議長。為得者拍國際牌，不過立行這期蔣萬安對基本市政保守和被選黨的課無了提醒。蔣萬安以台北遼山過嶺，化解3年前在咧機會講甲頓登的四秀山。昨天還被我太太虧說，最近實在太忙，沒有帶2寶3寶去爬山。那其實台北市，我們對於台北總統這個品牌持續在宣傳行銷城市。但是當總的計劃呢，在蔣萬安市府的時候呢，其實是沒有什麼進展。市政廣紅拿着定行持續過招，2026首都之戰，各候選人攏面前表戰。